為着避免這地方法院發生暴力的事件，立法院是來招相關單位報告甲備詢。有立委是指出講，目前在法警職權的是無一個法源的根據，所以要求司法院就要趕緊提案來修法。另外一邊，目前針對着在法警欠骹手的問題，嘛有立委是認為講會當參考由這警政署變警察來自首的做法。17日台中地方法院發生暴力事件，涉嫌恐嚇律師出庭的姓林的女性，在庭外甲人扇嘴皮，但是法警煞無照現行犯甲逮捕，引起社會議論。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8月針對法院安全維護甲法警職權行使來質詢相關單位。司法院指出，目前法警行使職權，若是佇庭內就聽審判長指揮，若是在庭外，攏是根據各法院定的指引。就法庭內的這個指引，其實你們已經有了，但是在法庭外，就真實發生事情的。法庭外的部分，你們目前沒有指引。哦，對，我們對於這就是真的是各法院在，我們並沒有制定指引，這個我們要改進。你們認為應該定在法院組織法也很好，那時候因為屆期不連續，沒有送了，你們是不是再送進立法院來？是，好不好？是，什麼時候送進來？我們在這會期。有民進黨立委認為，法院要定好清楚，法警在執勤的時，則袂因為欠缺法律授權，對司執法的是有丟毒，所以要求司法院提案修法。若針對司法院提出法警欠骹手的問題，定用保全代替，毋過束縛執法的權力。有國民黨立委認為，會當參考立法院由警政署變警察自首的做法。現在法院組織法的規定的話，它是歸屬於司法行政職務，它更類似於像是一個司法行政在性質的公務員哈，就像是立法院，我們有駐衛警隊，也是由內政，也是由警政署派保六啊等等來有這個編制。這我們尊重司法機關的司法機關最後的決定，我們盡全力配合。司法院表示，針對庭內的安全維護甲暴力事件，會來制定法院安全維護指引，建立標準化處理流程，嘛會積極來研議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，讓法警有明確的強制力行使法源，來維護法定尊嚴甲人民的安全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